要政府同埋一啲嘅社團可以主動要入到去一啲嘅三無大廈巡查，定係真係都係要靠市民去主動去舉報？即係因為佢都有講到話係會主動介入一啲個案啦，係咪都要等市民去真係主動去反映翻？真係有個咁嘅情況，咁當局先至可以做到主動介入嘅呢個動作咧。我覺得睇視乎翻唔同嘅一個清潔嘅問題情況啦，同埋就係話始終都係。到底多管齊下啦，覺得即係清潔嘅問題，覺得係只會係嚴事唔會嚴多嘅，係咪？即係覺得從即係政府係能夠係被關鍵咗一個平台，俾大家能夠係可以即係舉報到或者通知到邊啲清潔黑點可以即刻盡快去根治處理問題。我呢個先至大家最關心嘅點。好，我哋又接下一位聽眾啦，有蘇生早晨。蘇生係咪到啊？你好，你好，早晨。蘇生早安。嗰個全澳公務員，包括紀律部隊、獄警必定效法祖國嘅退休福利。咁澳門依照翻葡萄牙時期嘅退休制度福利形式係最好嘅，不能怠慢。3年嘅央積金，3年嘅消費券、消費卡立即歸還俾基層人民，係嘛？咁頭先黃女士朗讀，又話澳門琴日好好，我琴日澳門冇人睇嗰啲咪表演。咁同特朗普美國有咩關係？日日唱衰美國，解得佢唔嚟去見習主席啦，就係俾你哋唱衰。習主席要求美國總統嚟同佢通話，講世界大事，你一日喺度反美你哋係咪中國人？中美友好，冇1000條理由唔友好嘅。有冇啲關於本地嘅話題啊？哇！嗰啲國家大事，你叫我唔講我就唔講，你嘅責任。我冇叫你唔講。嗱，你叻啦！今次我同意你。我而家講事，我而家講民生。嗰啲咁嘅學嗰啲澳門啱啱冇錢讀大學，澳管全部都mouse。我話俾你哋聽，嗰啲錢係我哋基層人民嘅，唔通你哋阿特首好人我話你哋去大灣區嗰個咩橫琴去投資你哋有冇人應你澳港士羅崇文都要上去投資搵咁多錢。頭先講嗰個消費卡，即係最近未來嗰個大獎賞，你點睇蘇生？大獎賞冇用嘅，真係高生，你係好人嚟嘅。一個你，一個劉直，嗰啲咪有咩用勞民傷財，整到我哋啲老人家頻頻撲撲死咗幾件，你知唔知我識為咗你嗰單嗰啲咁邊度大獎賞你哋好陰公長着中國人的臉，沒有中國人的情。點解頻撲話啲老人家頻撲咪又獎賞又成咯？即係買嘢嗰方面，喺抽獎有買嘢頻頻撲撲有啲70-80歲好啦，時間差唔多啦，蘇生。多謝蘇生仲有一位陳小姐等緊，早晨。喂，早晨。請講。係我想